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日搁三甲聚集伫遮来敬拜上帝。这时，请咱备备心。多情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即时，请咱大家来念圣诗第65首。圣诗第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大开救恩的路，找伊圣囝救主耶稣，降世替人受苦。愿阳光归圣父上帝，尊贵永远无替。恩典、福气、欢喜、平安，归地上人中间。圣诗65首，即时请咱起立，大家来念。
即时，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地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19，伫圣诗的后面1033页。启应文19，即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尾奋起。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作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高大数山谷，拢变做泉源。因愈行愈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上主上伊互咱恩惠甲阳光。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即时，请咱额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万民中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有福分伫教会敬拜甲服侍。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中间，你用恩典的手扶持阮平安经过。感谢你看顾阮的生活，保守阮的工作。互阮的家庭得到养饲，得到平安甲福气。伫这圣的安息日，阮尽力做大，尽力为圣。阮欢喜自执伫你的圣殿来学罗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只是阮用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敬拜你，恳求圣神即时甲阮伫地。透过阮的心门来领受上帝的话，愿上帝的话成做阮的快乐，带领阮来跑走人生的道路，嘛成做阮生命的伴照，互阮会当坚定阮的信仰，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相结连。亲爱的主，伫你保守的台湾。伫昨昏已经顺利和平选出总统甲立法委员，恳求圣神引带所选出的官员，
拢会当贴近被上帝的心意，对耶稣基督有敬畏的心，以青年正直的热情来服务人民，来为国家做代志。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等一个伫礼拜中要举行本届中职上任，感谢你亲自调互西湖教会本届长老甲执事来推动完成各项事工。恳求你保守看顾每一位中职同工有顺服受调、服侍甘心乐意的心志。常常存刻薄的敬畏的心，甲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也恳求主帮助因日子会当过着圣洁甲得胜的生活，成做信徒的典范，专心服侍你。主啊，这时阮也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求你的医治降临伫身心受伤、病痛人的身上。求你的拯救大能帮助伫患难中的人。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的身上。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成做坚固的絆石，靠主来得胜。用你的话引带阮的道路，用你的话监察阮的心思，用你圣神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互阮伫生命中的生活、工作、平安的脚步，拢经历着主你祝福甲保守。每一天拢充满着主的恩典，行伫平坦的路途。祝阮今日的敬拜，头到尾愿你眷顾。愿圣神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会当安静阮的心，好好来领受你要予阮的真理。求你振兴阮的心灵，愿意来做你所欢喜的工作。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赞美。咱要请圣歌队来带咱敬拜。
以上献诗感谢，愿圣神甲咱三同行。这时咱要来看上帝的话，请咱三角来听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新约约翰福音1章第1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和合本第125页，台语汉语版第104页，现代中文译版第145页。约翰福音，这是我来读。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角伫地，道就是上帝。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角伫地，万物对道来创造，既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人的光，光照伫黑暗，黑暗无接纳伊。有一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即个人来做干净，是要为着光做干净，互众人对伊来信。伊毋是迄个光，是要为着光做干净的定定。有真个光来入世间，得照万人。第10节，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然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伊就想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为着伊做干净，叫讲：即个就是我所讲，缀尾我来的，成做我的代先。因为伊本代先，我伫地。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煞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伊爸心怀中独生的囝有表明伊。以上信息，愿圣神甲伊所拣选的儿女同在。下面牧师要甲咱讲的信息是道成了肉身，请牧师。来宾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昨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一天呐，所以可能咱在座有人可能规暗安尼，兴奋过后就规暗歹困，也是有人可能困特别好，因为感觉讲你支持的人动算，所以你放下心中这个的石头，有的人是伤心，想讲安尼紧来困较好。不管是安怎，咱就看到讲实际上无论选举结果安怎，咱早起来目睭天开，拢是新的一日。其实无啥物嘛，你支持的人当选，你共款，目睭天开看到一天，共款是一天。你支持的人落选，共款困一暝了后，第二天你共款爱好好活咧。
这就是人生，这也是上帝赏赐咱，每项拢真公平。咱拢是共款，早起看到一光，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暗时天暗，咱好去困啊。荧幕。小荧幕。好，咱做伙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你的话，互阮面对世间的逐样的代志，阮知影啥物是主你爱阮来做的。伫阮面对着未来，因为主你的话，阮知影阮未来的方向是啥物。所以每一遍阮读着主你的话，阮心中是充满感恩。所以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也恳求上帝你会当亲自对阮讲话，也恳求上帝你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圣经的分享中间，阮不管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每一个红婴仔的诞生，拢是一件值得庆祝欢喜的代志。这就是为虾米？一个红婴仔出世了后，不管是过1年、5年、10年、20年、30年、40年、80年、90年、100年，还是102年，每一冬拢是真做值得庆祝的代志。这就是咱你我拢共款，咱诞生的日子就是咱的生日，咱厝内的、咱的亲人、咱的朋友，拢会替咱庆生。不过，每一年的12月25日，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甚至有的人是对伫宗教信仰无任何宗教信仰的，但是无论是倒一款人，会当讲大家拢庆祝圣诞节。当然动机无共款，但是拢是庆祝即日为着耶稣诞生来庆祝。无论是经过几冬，就算是到伫经过超过2000年，咱大家犹原庆祝即个红婴仔的出世，就是2000多年前即个上帝道成肉体来到世间的即个红婴仔诞生的日子。所以咱通想象，一个红婴仔出世，大家欢喜。每一遍若有教会的姊妹，也是咱教会的兄姐的查某囝，也是新妇生红婴仔，第一遍带来教会，哇！大家围伫遐看，够古锥哦，生爸爸也生妈妈，生阿公也生阿嬷。但是咱想象迄个情景，今仔日咱若是一个红婴仔出世，然后讲，哎呦，这是上帝，这是上帝出世。我想迄款的震撼力，就亲像2000多年了后，咱犹原每一年庆祝耶稣诞生同款。圣诞节已经过了三礼拜，咱庆祝圣诞是3礼拜前的代志。咱来思考，道成肉体的意义。大声，咱来想，伫迄个网络无生行的时代，无网络的时代，少年人真流行是啥物？交笔友。咱在座若有即个无论是
来你读大学，还是你读专科，敢是拢流行交笔友，所以班上的迄个活动组长，就会去隔壁学校，还是女校，还是查某较侪的学校，亲像阮以前成大拢查甫较侪，工学院拢查甫较侪，落去找东海大学历史系，还是去找台南家专音乐科，也去找高师大英语系，然后咧来办笔友，所以咧有学伴笔友来互相通信，透过文字互相通信来认捌真远的朋友，这就是以前的交笔友。但是咱嘛知影，咱在座若有以前学生时代参加过笔友的，有真侪你写批写无偌久，可能上加一学期，也是讲一年了后咧，你就野生啊。因为以前无拄拄学生啊有迄个加出来的钱，会当对台南坐车去台中去见笔友。以前无遐尼时行即款见笔友的事情，所以无偌久，即款的热情就衰减了，后来变做一个酸酸的回忆，酸甜的回忆。可能是回忆是美好，但是有真的真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根本是少之又少。这就是透过文字去熟悉一个人，你无亲身接触的经验。你所了解的拢是有限，即款的关系会当延续的无介济，所以透过文字，就算讲你将你的生活大细项事拢交代伫写批的内容中间，但是若无现实生活有生活的交集，即款用文字来延续的关系。往往拢无久长，所以咱就知影，犹太人耶稣迄个时代的犹太人，因是通过读圣经，当然当时敢若旧约圣经，因是透过读旧约圣经，知影真侪有关上帝的代志，知影真侪。上帝所做是啥物？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因透过文字来熟悉，透过听，透过读，但是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才互因有机会面对面甲上帝相拄。是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世间。犹太人才有机会第一遍甲上帝有第一次接触，因才有即个机会真真正正看到上帝，也会当哇，大大袂记因才会当经验到上帝实际的本质是啥物，所以。对伫犹太人，也是对伫你我咱世间人来讲，就是因为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世间，上帝较是变成搁较真实的上帝。所以咱来反省咱家己，咱今仔日的基督徒，若只是对伫圣经读着，也是伫教会的主日礼拜，伫教会的聚会查经班，咱听见有关上帝的事，咱来想，安尼的信仰经验敢有够野？安尼的信仰经验敢有够野？若讲干那甲上帝只有文字，只有语言的互动。这就亲像交笔友同款，交笔友同款。就算你写批，将你一工，你3顿食啥物，你今仔日上课上啥物，你一五一十透过写批，来甲你的笔友报告，
甚至你淡薄仔写你今仔日心情，天气真好，我心情真好。今仔日天气歹，乌阴天，我心情真郁卒。你拢安尼写，但是久了后，即款敢若透过文字的关系，总是会冷去。上帝毋是爱安尼，所以上帝爱伊的百姓，就是你甲我，直接甲伊建立有一个真正互动的关系，就是上帝真做咱的救主，上帝真做咱的至好朋友，是真正有迄个实际互动的关系。但是你讲即马是网络时代，一切讲求快速，一切讲求及时。你讲以前写批，我大学的时阵会记起平信3块钱，好像是啊，平信3块钱啊，限时性10块钱。迄当阵佫无宅急便，所以写一个批，可能要过2-3天，较到迄个对方较收到。然后对方可能看一个，等有时间去回批，往往1礼拜以上才会收到回批。你讲因为安尼，所以咧交笔友关系无法长久。你讲现在是网络时代，一切即时，甚至各会当看到迄个伊的面，看到伊的影片，甚至会当视讯。敢是安尼？咱讲脸书，咱知影脸书上早是2004年开始，当时读哈佛大学的马克·祖克伯甲伊的室友做伙开发出来一款的网络的社群软体、社群媒体。一开始敢若温准因哈佛大学学生来加入。学校内底的即个社群软体、社群即个媒体，然后咧后来扩大到因的即个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名校、哈佛、耶鲁、布朗遮的常春藤名校，后来咧就开放甲美国高中以上的学生啊，一直到即马。全世界只要13岁以上的人，拢会当自由注册、免费来加入。但是咱反省，咱即马伫网络时代，透过面册、脸书所熟悉的朋友，有可能你透过伊大相片，每天的更新。可能你淡薄仔小可会当了解伊的生活，甚至你看到相片，常常看伊的相片，然后咧，你路中拄着，你可能知影啊，这是我的连友咧。但是若是干那透过网络、脸书，你真正无办法真正甲对方来建立关系。所以有人讲甲我是。脸书朋友甲我偌熟拄偌熟，但是问起来见面敢若2遍，一世人见面敢若2遍，讲袂输我救命恩人共款，迄就互我真大的一个感触，真大的感触。咱即马网络时代，敢是真多，甚至会当讲咱大部分的朋友拢是安尼，见面嘛无讲啥物话，但是伫网络顶面有一个假象，伊甲你按赞，你甲伊按赞。然后伊甲你讲早安，你回早安，然后咧，就互你也是互别人误会讲恁是真亲的关系，但实际上根本互相无啥物熟悉。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伫圣囝耶稣降生以前，伫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世界以前，其实上帝亲像甲人的距离是真遥远。
但是因为上帝道成肉体，成做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咱人类会当有机会，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同款。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要返去因的故乡迦南地，伫旷野的时阵，圣经讲日是有风挑，暗是有火挑，云柱跟火柱来带领因。几若遍上帝亲身行神迹，互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经验着上帝，因为耶稣。人类会当亲像早前的以色列百姓同款，会当亲身看到上帝的行动，并且有机会甲上帝重新建立关系。所以，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会当亲目看到耶稣替人医病，并且看到耶稣。去接纳才会互社会排斥的社会边缘人，并且看到耶稣关怀才会受苦的人，因的欠缺甲因的需要。所以今仔日，你我也是通过圣神伫咱的中间来做工，咱会当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听公义甲恩典。今仔日，圣囝耶稣守护咱，圣神踮伫咱的中间，咱你我，咱成做耶稣的门徒，通过甲耶稣基督做伙同行，咱来甲伊建立关系，咱也亲身经验着咱的祈祷得到回应，吼，祝愿日用。的啉者，互咱每一工拢有教育。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这就是咱祈祷得到回应。咱什么人是今仔日日式，上帝无收拾我咱。哦，这个耶稣基督所教的主导文是真值得咱来思考。哦，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阮的日式今日守护互阮，这值得咱来玩味来思考的，因为是讲守护咱大家拢发大财，毋是咱基督信仰，毋是讲咱大家信了发大财，无发大财，迄是政客迄话的，迄是政客迄骗选民的选票迄话的，毋是是讲阮的日式守护互阮，咱今仔日。会当过，咱有教育，咱就感谢上帝。所以，咱经验着上帝回应咱的祈祷，咱也有上帝保护咱脱离这个世界的歹。通过圣神，上帝对咱来讲，其实也是真实。老兄弟。所以，伫福音书的中间，耶稣12个门徒跟对耶稣，甲耶稣做伙同行，耶稣也一路照顾因。所以，福音书有记载，耶稣医治彼得的丈夫。福音书也记载，耶稣伫门徒的船伫要沉。以前平静风涌，互门徒会当免得拄着危险。甚至当耶稣割腕了后，伊来到门徒逃走去藏起来的所在，用行动，用实际的行动，互门徒会当重新得到激励。其实，伫咱人生的路径中间，咱也同款难免会经历着病痛，咱也面对过事业，也是家庭中种种的挑战，甚至咱有时阵也会遭遇着危险。
但是，敢毋是伫咱每一遍人生低潮的时阵，咱有遐个少数愿意不离不弃陪伫咱身躯边的朋友，咱会珍惜一个伫咱人生低潮的时阵不离不弃的朋友，咱会感觉这是真正至好朋友，我的挚友，这是真正是活贴的，两肋插刀，愿意为我帮忙我的人。你讲这是挚友，同款的伫咱人生面对着试炼，经历着艰苦，咱也是拢通经验着、体验着上帝毋捌放弃咱，永远扶持着咱。安尼的经验，互咱真正会当伫生命的中间，甲上帝来相拄。所以，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首圣诗，为什么会当讲真做咱台湾基督徒？会当讲，若讲即个圣诗喜爱度排名，一定是榜上有名前3名。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首圣诗。除了伊的旋律以外，我想伊内底所写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这确是真正迄个真深刻、真深的一个描写着上帝甲咱的关系。因为就算是好朋友，难免咱会拄着背刺，甚至有时阵你会发现讲，你的家庭内底，你的兄弟姊妹内底，有时阵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反倒转无方便来甲因讲你所拄着的，也是寻求因的帮忙，甚至是你共女、共爸所生的兄弟姊妹，有时阵反倒转你真正需要帮忙的时阵，无拄拄你通开喙，也是你无方便来开喙。也是甚至因为有啥物兄弟姊妹的发生一寡代志，你煞无办法来找求帮忙，甚至因也无拄拄了解你的需要。但是主耶稣是真正对咱不离不弃的至好朋友。所以主耶稣来到伫世上，互咱会当甲伊建立关系，所以耶稣看咱是值得伊用性命来守护的至好朋友，用生命来守护。这不只是这个咱的总统所讲的，其实主耶稣，咱福音书中间记载主耶稣，敢毋就是安尼用生命来守护，伊定死十字架，代替咱来受着罪的刑罚，这是真正用生命来守护的一个真实际的例。所以也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住伫人的中间，所以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更较丰盛。一直提醒，丰盛的性命毋是发大财。丰盛的性命是讲，无论你拄着啥物代志，就算你一工干那会当食2顿，即2顿阁是真粗俗的，会当干那顾你袂枵，但是你游玩满心快乐。你的丰盛是赢过迄个3顿，拢山珍海味，但是食的时阵忧愁无快乐。你若会当粗茶剩淡饭游玩，心中欢喜快乐，你是真正的丰盛。就像这，所以愿咱拢会当时刻军队主耶稣，咱学习伊的款式，咱照着伊伫世间所行的款式，咱也行出互天父上帝欢喜的行动，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甲上帝做伙同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我的主愿，实在感谢你，
感谢你，互阮会当点心来思考，就是阮是怎样才会当甲主你建立迄个直接的关系，就是阮伫生活的中间来经验你的圣神帮助阮，帮助阮伫面对个困难的过程中间，你互阮会当保持迄份真宝贵的愿望，也是伫阮行过艰苦的过程中间，你互阮重新得到气力，通面对明仔载，也是伫阮经历着人的欠缺的过程中间，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帮助阮会当互阮游玩，心中有平安甲欢喜。所以主啊，求主伊互阮会当对伫你伫即个世间所行的一切，愿通用信仰的角度来经验、来学习、来恳求上帝你互阮每一日会当因为有主你的带领，愿满心用感恩来回应主你，用行公义、好人民，用谦卑的行动，会当互主你来欢喜。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圣诗156首，圣诗156首。主爱被所听的主，求赦阮得罪你。各想事使阮心神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你，心存敬虔吟诗。圣诗156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咱下面要举行中节就任。伫中节就任以前，咱先做伙来吟圣诗444首，咱坐个吟就好。圣诗444首，主你吊明何等清楚。咱大声来听长老的就任，即届小会同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设立黄延义、杨强平、甲江伟德来做教会的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聚会的长老，来甲服侍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年轻的，教育少年的，引导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教会、总会，倒无教会的法典。咱请这三位长老来到台前。黄延长老、杨强长老、甲陈伟长老，即马来做西约，由我来问三位长老来回答。
恁若要领受长老的即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即份唯一的根据也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西湖教会的长老，是着忠诚真实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即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过来，请咱所有的会众来起立，咱是会友的承诺。无论咱是规参会员，也是小级会员，也是在座的无道友，咱拢起立。由我来为咱大家会友、会众来回答。吼、咱台语问拢也无，你莫对牧师来讲无，吼、这来提醒一下。吼、有长老较有经验，咱可能会友有时阵会听牧师讲也无，你就讲无，吼、安尼就怪怪的，吼、所以，所以恁回答是有、袂、困，袂、甲袂。好，恁已经经黄明义、梁添平甲江伟德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有。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尊叹，来顺叹。恁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听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外，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牧师来做祈祷，大官灵甲听阮的主宰，阮的天父，愿助你帮赞黄明义长老、梁谦平长老甲江伟德长老，互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有助你来的开达。也有你圣神的帮赞，互因得到智慧、甲疼心，会当伫教会的治理、甲教育会友、关心会友的灵命顶面，互因会当哪服侍哪甜蜜，互因会当伫服侍主理的过程中间。也因为有主理的圣神，互因所行所做，拢会当成做正会友的模范。主啊，阮求主理带领这三位长老所做的一切，因的服侍、因的家庭、甲因的身体健康甲心灵，拢主理的看顾甲保守。愿将
黄明义长老、杨谦平长老、甲江伟德长老所服侍的一切，交托主你亲自来领带。我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牧师代表教会来接纳、来恭喜这三位长老。咱就即个长老请向后传，咱会友请坐。咱过来即两单，咱的第二长老就是黄元义长老，伊会代表咱教会，来参与咱中会的会议，以及若有必要才会活动，拢是咱的第二长老来参与、来参加，代表咱来参加。过来，咱的第三单、第四单，咱为着互更较侪的长老，即个总会的历练，所以咱各两单的第二长老是明义长老，搁后来两单的第二长老就是咱的谦平长老，完上帝带领伊。然后，咱的江伟德长老，咱知影伊这个非常有经营的头脑，搁知影管理，所以伊对人的处理，我感觉伊的迄个非常的好的那个对于人的处理，所以会拜托江伟德长老，虽然讲伊一年会有几若个月去美国来处理、来管理美国的遮个事务。但是犹原拜托来做咱教会的关怀的事工，就是对咱的即个会友的关心，有利咱的即个心灵的需要，甲咱关系领域，我感觉伊是非常的知道怎么样来面对人跟人的关系，甲处理人甲人的关系，所以邀请伊来做有关关怀的事工，然后。咱的明义长老，伊就是总管，所以无论是教会的媒体、软体，也是咱的财务，伊拢是总管。然后咱的谦平长老，咱知影伊的办活动是真办活动不止办活动的活动本身，伊阁是咱在地的内湖在地，会当讲不能说地头蛇啦，讲即个在地是上久。搁透过伊的到处拢是有伊的学生啦，即个内湖国中，出入过的，无论是教职员、老师还是学生，伊加减大家拢熟悉，所以伊是负责教会的即个活动的安排，对外即个一寡事情要协调，倒一间餐厅会当取得最好的价格，即个代志，但是讲即个即个有关于活动变魔术啦、唱歌跳舞，说即个讲笑话，所以但是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其实很重要，这我们教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润滑剂，咱心情来参加教会活动，心情拢平静平常，但是上重要，咱是团队服侍，所以咱有啥物对教会的建议，也是对教会有啥物即个需要检讨的，拢会当除了牧师以外，三位长老咱是按非常好的提供意见的桥梁，咱只要拍鼓啊，好，感谢来请坐。搁煞接，即时小会互爸囝姓氏的名，要组织来设定，这有4个名，有时阵我会搞混啦咱对，咱要设定林秋妹执事，请来前面
所以我会唠高。吼，宋民兵即事，甲陈武勇即事，甲蔡玉洁之事，所以这是用年龄来分啦，年龄来排。咱要设立即4位即事来成做咱教会的即事，咱受选，咱选调有5位，但是因为个人的因素，咱就任是4位。但是我相信，咱拢有份伫教会的事工，所以无论当职无当职，其实咱大家拢有份伫教会的事工。当然，当职，这是搁进一步，对伫咱个人的性命，以及教会组织内底有无共款的身份。但是咱无论有当职无当职，咱拢是爱努力拍拼伫教会的事工中间。所以咱来听，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这是对伫初代教会就有即款的制度。所以咱也经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牧师甲长老会当专心侍奉上帝的话，以及行善立德。所以即马咱就来使用。共款牧师来问，咱4位即事来回答。使用的时阵，伫教会一般我们都是肯定句，我们没有用否定句。好，恁担要领受即事的即份，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有。恁愿意做西湖教会的即事，着忠信忠诚尽忠，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的事务，就倚靠伊来说法。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好，咱换着咱会长，请起立。咱会长的即个使用，咱请大家拢起立。恁已经经林秋美、宋明斌、陈武勇、甲蔡玉洁来做恁的即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有。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伊。疼惜因，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也无？要。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要。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大荣光佮充满气力的主上帝，愿你看顾带领林秋美、宋明斌、陈武勇、甲蔡玉洁这4位执事，伊伫教会所做的工，互因所做一切会当利益伫众人。佫会当荣光助你的性命，愿助你的圣神带领因，看顾因，也看顾因的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甲工作，拢有助你的带领。愿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摆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湖教会小会的官兵。设立恁做西湖教会的执事，
说通知政会有在，即个职分是照规矩交托互恁，担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遵前期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即马，咱请长老来行握手礼来接答。好，向后转。咱秋美执事是咱教会的会计，伊非常重要，大家拢真重要，但是这点伊上重要，因为做会计爱安怎，真正有谦虚的心，无论行为、心思、意念，拢是绝对谦虚。伊也伫教会活动这几若十档，伊互咱大家会当信任。所以秋美执事是咱教会的会计。过来，民兵执事是咱教会的出担，谨守金钱，这也是因为不止伊有伊的专业，过来是伊也值得咱通信任，伊也是伫咱教会中间，咱看伊是真正是真单纯、真诚实，以咱来信任。过来，御用职事，伊进前。前4档虽然讲无服侍，但是教会伊所做的，咱拢看会到，尤其是伫献歌队的服侍顶面。所以杨长老，伊为着要互年轻一辈，会当来承接，所以伊有主动讲即个献歌队的队长。当然杨长老伊有缘参加献歌队，伊有缘是真，参与伫献歌队，但是御用职事伊要来。做即个献歌队的队长，过来，伊甲迄个吉南要做伙来将教会的影音事工，更加精进，好还要更好，所以即个吉南执事也答应，讲伊会继续伫即个影音的区块，然后甲御用技术做伙来拍拼，过来，咱的玉洁执事，玉洁执事音乐的专长。所以音乐方面，献歌、圣乐事工，也继续来做一个这个教会非常大的同在。我想因所徛伫遮，拢是咱大家会友，是信任因，不只是信任因的专业、因的材料、因的文书，佫是信任因的言行举止。所以，请咱恁来，这个会友请坐啦。大家都罚站，看大家什么这个面手哎，什么怪怪，我想讲，大家是有啥物意见？我还是牧师，就是叫大家是坐下，好，所以咱大家信任伊，所以话咱大家对伫教会的事工，有啥物意见，也是对伫教会的这个中职的服侍有啥物需要检讨的所在，请咱拢甲教会的小会来直接讲。有时阵我们直接的回应，人咧无用，咱直接的回应，真正有时候不小心会伤了我们这些努力伫遐服侍的职事的心。所以咱爱学习，有时阵有意见，毋免当下马上讲；有意见嘛，毋免公开讲互大家听。有时阵咱爱学习，私底下来讲，若无就是有诶歹势，私底下直接面对面讲，会当透过咱诶长老，透过牧师来讲，愿咱大家拢会当用实际诶行动，来支持愿意来当值服侍，无论是职事还是长老，所以真正咱搁一遍拍鼓感谢你，请坐。
咱即时要来奉献，请秋妹结束甲民兵结束来施献。下面报告吼，即时请咱大家先开酒报吼。咱也未报告进前，咱欢迎新来朋友吼。咱今日有一位新来朋友，等下请牧师再来介绍。也欢迎即个江长老甲苏文杰后生新妇甲孙仔。因拄好为美国转来，就来咱参加咱的聚会，咱真欢迎因。咱报告事项，本主日礼拜中举行本届中职上任长老3位是黄明义长老、江伟德长老、梁谦明长老，甲执事4位：林秋梅执事、宋民彬执事。陈武勇结束，蔡义杰结束，任期为2024年1月7日到2027年12月31日。第二，明仔上午10点，要伫马街院第一讲堂举行7星中会第73届第2次中会议会。本教会，咱教会要有咱牧师，甲我本人代表出席。第三，1月28日主日礼拜后要举行咱教会大饼扫吼，请教会兄弟姊妹吼来，若会当参加的是尽量参加，来预留时间参与吼。第四，2月初4日。主日礼拜后要举行会员互会年度的聚会，请本会陪餐会员来预留时间来出席吼。第五，有探访需要，也是讲愿意开放徛家来举行家庭礼拜的教会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咱教会长者来讲，咱才来安排。第六，要鼓励教会兄弟姊妹来参与每礼拜的拜五暗7点半到8点半的查经祈祷会吼。咱即晚要查的经文是旧约创世纪45章16节到46章27节吼。咱下礼拜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圣诗，请咱家己来看，会当通先来读。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吼。咱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圣歌队的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分，到9点45分吼。
三更祈祷会是每礼拜拜五暗7:30，咱拜六的插画班，目前是暂停吼，咱应当是蒋老师有闲的时阵，才过来开设。咱即摆可能开的时阵是以一期一期的方式，吼。过来圣港事奉吼，即礼拜咱的招待是文荣兄甲宪宗兄，咱插花是唱面结束，清扫我本人吼。后礼拜讲道是咱牧师，书画是工长老，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以阳执事，司宪是明斌执事甲义杰执事，招待是燕庆姐甲淑文姐，插花是蒋老师，清扫谢宝姐吼。咱顶礼拜奉献甲出席的人数，咱家己来看。若有毋对需要更正的，则即个面饼出力吼，甲也是唱妹会计来更正。咱即马请来看正面下面的金句吼，《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咱先用台语来读两遍了，再用华语读一遍。这是咱请咱来三甲来读。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这是请咱大家三甲用拱手来请安，大家平安。下面请牧师来补充。今仔日咱有一个新的朋友，张炳轩，张炳轩，伊是做餐饮业，伊对美国 Houston，这个7年之后回台湾继续他的伊的事业啦那个珍珠奶茶嘛要自我介绍吗？不用，等一下大家在礼拜之后再介绍然后伊有特别的经验，伊不是他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伊讲他每一次经过西湖教会都有身体有感应啦，所以我就邀请伊讲有些超自然现象牧师嘛拍解水，我就讲你自己来看来感应看看，看我们聚会的情形是怎么样，这边的人是怎么样让他有亲自来感应咱礼拜结束之后啦，有兴趣或是有相同的同款的经验的，嘛当甲伊分享啦伊牧师对细汉就伫教会，所以可能那种感应可能没有那么深刻伊嘛很有兴趣要听我们大家怎么样跟他分享这方面的事情。对，走过这西湖教会有那个感应走过湖光教会就没有，走过其他教会就没有。我讲湖光教会最有这个教堂的样式，我们这边只有一个看板，为什么这边它有感应咱礼拜结束之后咱会当开时间开始来分享以上介绍请坐谢谢。这是请咱大家来念上英的诗，圣诗388首，圣诗388首。阳光归圣父上帝，阳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咱大家起立来念。
全能的主上帝，愿你关联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稳定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即时到永远。阿门。